自律嘅重要性在於佢能夠提升個人效率，實現目標，喺生活中建立良好習慣，促進個人成長同社會進步。自律能夠幫助我哋克制誘惑，專注於長期嘅目標，同時令我哋喺各種困難面前保持堅定，不斷進步，包括對自己嘅責任感，以及對誘惑同拖延嘅抵抗力。而呢種能力使個人能夠維持健康嘅生活方式，達成工作目標，克服困難，並保持自己嘅承諾。所以自律通常與好多能力牽連喺一齊，包括毅力、意志力、自制力同專注力。